嚟緊放假，想去間平價高質嘅餐廳，環境靚又可以打下卡傾下偈，食得又睇得，呢間你要 save 低。呢度嘅佈置同餐食擺設都好精緻好靚，服務好，滿滿嘅氛圍感，室內室外位置都有，啲嘢食都好好味。特別係呢碟新加坡古法曼煮滋補肉骨茶，係慢熬6個鐘嘅肉骨茶，好濃郁嘅藥材香，肉質酥軟唔柴，好易脫骨。仲有招牌星柱秘製海鮮辣沙湯，椰漿香滑，鮮辣回甘，好香濃。仲要餡料勁豐富，南洋鮮果沙律上台好靚，好有仙氣啊！好多款水果，辣辣地帶鮮甜。呢個真係推介啊！新加坡黑白胡椒大蝦，蝦肉大拿，野味可口。呢碟係秘製醬燒香茅烤深海鱸魚，皮脆肉嫩，配埋酸甜泰式醬，酸甜不膩。哇，着晒火啊！呢碟係火焰咖喱牛肋條，超濃郁嘅椰香咖喱味，辣度溫和帶甜，牛肉入口即化。黑松露蒜片煎焗口菇，濃郁嘅蒜香味，咬落去好 juicy。呢杯係馬來西亞4色珍多冰，賣相超靚啊，好啱影相打卡。飲落去係冰涼嘅椰奶，加埋黑糖漿嘅粉條、紅豆，口感層次豐富，清新解暑，仲可以拎埋出戶外打卡添。100零蚊人均就食到地道正宗嘅南洋菜，好睇又好食，高性價比，記得 save 低去試下。地址可以睇內文。